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俄乌战争还未收煞，要毋过呢，即马美国总统 Trump 煞对外来表示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无经过选举的独裁者，讲伊呢，互美国开3500亿的美金去拼一场温书的战争。这个言论呢，美国参议院的领袖图恩是表示讲，即摆呢是 Trump 伊个人的看法，也那欧洲各国也来表达无共款的立场。欧盟是强调讲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Zelensky better move fast, or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left. Got to move fast. 川普19在非洲迈阿密参加一场沙特阿拉伯举办的投资国峰会，甲伊伫因的社群平台以文字发表这言论，完全无保留公开讲出来。川普讲，泽伦斯基是成功的喜剧演员，互美国开3500亿的美金，用伫一场拍袂赢的战争。又佮讲，泽伦斯基的民调支持率增加，敢若有4%。以上咬的都是甲前总统拜登放伫手底咧变人。美国甲罗西亚的外交团队伫沙烏地首都里雅德举行的罗西亚乌克兰停战会谈结束了后，面对侪对乌克兰发展不利的事项，特别是川普一再对外中和克里姆林宫战争的观点，泽伦斯基表示，川普是活伫罗西亚建设性的环境内底，又佮讲美国替普丁脱离侪年来的孤立，所以就引起川普是独裁者的讲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杜恩，迄天伫国会记者甲问，伊讲迄是川普个人的看法。Would you call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 a dictator as President Trump has? Well, like I said,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What I want to see is a peaceful result, a peaceful outcome. 罗西亚的国营电视台 Russia 二四每一天密切关注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上新的进展，而且甲下底华府的派员连线说明详细的内容。Сейчас позиции Москвы и Вашингтон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выглядят даже ближе, чем взгляды США и Европы. 欧洲各国领袖是对川普的言论表达无共款的立场。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伊认为这是喊呱呱。英国首相史凯尼明确表示对泽伦斯基的支持，也拿欧盟的回应是会扩大对罗西亚的制裁。从开战以来，每一届拢是穿青色的军装出现。不过，从美国这边提出放弃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的条件的讲法了后，泽伦斯基就敢若穿乌衫。10到暗时也表示，伊会甲美国、罗西亚、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见面。伊讲，这届见面是真重要，讲甲美国的工作大部分拢是有建设性的，强调甲欧美做伙和平会更加可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